高雄市长陈其迈8月24后礼拜一要正式来就任，小内阁的名单陆续来献光，3位副市长嘛已经来确定，也毋过去由国民党的议员来甲更替。讲陈其迈当选的时阵所画出的4大优先：产业转型、增加就业、重大的交通建设、甲解决空气污染。讲这3个副市长拢无符合这个4大优先，敢若看到派系甲罢韩的势力存入去高雄市政府。参加府内活动，陈其迈还未就任之前，先用新市长的身份登去高雄市政府。大家拢足关心讲，小内阁名单已经有部分知影。陈其迈足大方的公布讲，3位副市长就是做过高雄市公务局长的林金英，还有做过高雄市副市长的苏特。第3位就是罗达兴，经济部技术处长。副市长，我的思考是这样啊，就是说产业转型啊，到增加就业。重大建设以及减少空污，大概都是在这4大优先的逻辑下来思考。林金英和罗达兴，陈其迈咧做行政院副院长的时阵，都了解过啊，认为讲这2个人对高雄经济发展拢有帮助。另外，还有2位首长就是关民会主委有关注民系统的记者阿布斯，青年局长是有工业设计专长的张依礼。但是国民党议员点名苏特，讲伊和当选的时阵画出来证件斗袂起来。看不出作用。指责的背景是在文化，那这跟陈其迈这个市长所谓的要在重大交通建设，还有在空污的问题上，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陈其迈讲，苏特对文化要安怎产业化做有经验的，但是过去因为伊是单局的人，嘛去用批评讲是毋是派系又搁甲手侵入去内阁的名单当中。